3月啦，你有冇發覺街上面啲樹呢開始飆啲新芽，空氣呢開始潮濕，啲雀仔呢就越叫就越大聲。大自然每一年都會行一次呢個循環，冬天嘅沉澱休息，然後春天嘅蘇醒重生。但係我哋呢？我哋有冇畀機會自己同大自然一齊進入呢個重生嘅模式？今日我想邀請你做一件事，就係同春天一齊清理你內心嘅雜物，為新嘅開始騰出空間。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低或者瞓低，雙手放鬆，輕輕合埋雙眼，做幾次深長嘅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下啲清新嘅空氣流入你嘅身體。然後將注意力帶去你嘅身體上邊 ，scan 一次，感受下你嘅膊頭，呢一度有冇積聚咗過去幾個月嘅緊張？你嘅心口有冇啲仲未釋放嘅沉重？背脊有冇成日撐住撐得好攰嘅感覺？雙手有冇想捉住啲嘢，但係又捉唔住嘅無力感？雙腳有冇覺得自己唔夠踏實，飄飄地？就係咁樣，只係去觀察，唔需要改變任何嘢。同你嘅身體講聲，我知道你喺度，我知道你攰，我知道你陪我過咗一個冬天。想象一下，你企喺一片遼闊嘅草地上，係春天嘅草原，有微微嘅涼風吹緊，你感受到空氣中嘅濕度滋潤緊大自然。想象一下，你手上邊攞住一個籃，
呢個籃入面呢，裝住嘅呢係過去冬天啦，甚至乎過去嘅幾年你想放低嘅嘢，可能係一段關係，可能係一份做得好攰嘅工作，可能係對自己嘅不滿，可能係原諒唔到自己嘅錯，可能係成日擔心嘅嘢，一件一件拎出嚟望下，同佢哋講，多謝你陪咗我咁耐啊，但係我唔需要你啦。然後將佢放喺草地上，感受下微微嘅春風吹過，你睇住呢一啲嘢，一件件咁樣被風吹起，飄到半空。你感覺到自己身體嘅負能量，同時都被慢慢吹散。望住呢一啲能量越飄越遠，越飄越高，最後變成好細好細，消失喺天空。你手上面嘅籃而家空咗，感受下呢一個空咗嘅籃係咩感覺？係輕咗、鬆咗？想像下，你依然企喺呢一片草地上，雙手掂住啲柔軟嘅泥土，你嘅手上邊有3粒細小但係充滿生命力嘅種子。第一粒種子叫做平靜，將佢放落去泥土上邊，輕輕埋住佢，同自己講：我願意喺混亂中揾返自己嘅平靜。第二粒種子叫做勇氣，將佢放入泥土，輕輕埋住佢，同自己講：我願意為自己行前一步，就算好驚，
我都會鼓起勇氣去行。第三粒種子叫做開放，將佢放喺泥土上邊，輕輕埋住佢，同自己講：我願意接收生命送畀我嘅新可能。呢三粒種子靜靜咁喺泥土下面等待發芽。你感受到春天嘅陽光，溫暖，但係唔熾熱，輕輕咁樣曬住你塊面，曬住你嘅膊頭，曬住你啱啱埋下嘅種子。想象下呢啲陽光穿過你嘅皮膚，進入你嘅身體。呢一啲光去到你內心騰出嚟嘅新空間。同自己講，我個內心感受到呢啲光線發出嚟嘅能量，感到好舒服。跟住個天空呢，慢慢飄落毛毛雨，係好舒服嘅春雨。想象下呢啲雨水清洗你身體入面嘅每一個細胞，帶走所有令你感到唔舒服嘅嘢，令你感受到滋潤。陽光同雨水會一齊照住你種落嘅嗰三粒種子，平靜、勇氣、開放。佢哋喺泥土下面慢慢開始有生命力。將你嘅手輕輕放喺心口上，感受下你嘅心跳，感受下手心嘅觸感，感覺到自己同內在嘅連結。同自己嘅內在講：我清理咗雜物，我騰出咗空間，我播下咗種子，我會照顧佢哋。
我同春天一齊重新出發。而家我由5數到1，帶你慢慢返嚟。5，記得你企喺草地上邊嘅畫面。4，記得你放低咗嘅嘢已經被啲風吹走咗。3，記得你種落嘅嗰3粒種子。2，喐下啲手指腳趾。1，慢慢擘大眼。歡迎你返嚟一個全新嘅自己。今日你可以做一件好細好細嘅事，去呼應下呢一個全新嘅自己。可能係買一個小盆栽啦，可能係寫低一個小目標，可能係同自己講一句加油，我知你得嘅。歡迎嚟到3月，歡迎嚟到你嘅春天。